提前乡亲哦，这礼拜会有2尊的冷气团落南哦。今仔暗时开始，各地头就会较凉冷，北部愈明显，这方面的基隆、北海岸、佮宜兰东部拢会落雨。拜三、拜四的东部回温，也毋过拜五佮有另外一尊的冷气团，温度会愈低，北部可能会出现11度到12度的低温。温暖的好天气又搁要结束啊！拜一即时全台高温拢有20度左右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拜一开始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暗头啊温度会降至14度到18度左右。另外，伫这方面的北海岸、宜兰山区要注意会落雨。这波冷气团降雨和降温感受较明显的所在，主要是北部地区，佮有宜兰花莲。周二、周三的这段期间呢，迎风面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一些。那在北海岸、宜兰、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，雨的层级会慢慢的提升上来。而到了19号的白天开始呢，又会有一些逐渐缓和的现象，一直到20号这边呢，其实宜兰地区这边都还是会下雨的，但是比较大的极值还是落在比较偏18、19号这一天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三透早，北台湾的天气会较寒冷，温度会伫14度左右。拜三、拜四会留回温，不过拜五开始，佫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后壁这波冷气团影响的时间较长，全台的降温也较明显。21号开始南下影响。22号、23号都是在这个冷气团的影响范围。那后面这个时间点呢，可以看到，就在北台湾的温度呢，是可能来到这种12度、13度的温度。那甚至在北部的局部地区，是有可能来到这种11度、12度的温度哦。气象署讲，这礼拜会有2波冷气团影响台湾，目前拜五迄波是毋是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，或者是寒流的级数，搁爱观察。提醒民众，这礼拜2到拜6礼拜这几天，天气要是较凉冷，厚衫厚被先莫收，随时注意降温的情形，避免感冒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